舌尖上的香港情 A Taste of Hong Kong。 香港嘅一天係從一盅兩件開始嘅，熱氣騰騰嘅蝦餃燒賣，不單止美味，更加係我哋由細到大嘅回憶。呢個就係香港獨有嘅早茶文化。走喺街頭巷尾，總會聞到陣陣香味，咖喱魚蛋雞蛋仔，仲有果杯香滑嘅絲襪奶茶。呢啲街頭小食見證咗香港人嘅拼搏精神，方便快捷但絕唔馬虎。當夜幕降臨，霓虹燈亮起，呢座城市依然充滿活力，大聲講笑，大口吃飯。呢啲就係香港嘅人情味，熱鬧又溫暖。無論時代點樣變，呢啲味道永遠不變。香港飲食文化連接住過去與未來，大排檔嘅爐火熊熊燃燒，大家圍坐埋一齊，亦都連接住每一個香港人嘅心。